大家好，今日係3月28號星期五，咁過咗呢個週末咧，去到下星期咧，好快咧就會係4月2號。咁呢個日子咁重要咧，就因為咧將會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宣布佢嗰個相互關稅嗰個詳情。咁其實咧喺琴日咧3月27號咧，佢喺白宮都簽署咗一個宣言咧，就話咧所有入口美國嘅汽車咧將會徵收25%個關稅。雖然呢個消息之前呢個市場都報道咗，即係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大比例會實行嘅。不過當佢簽咗呢個宣言之後咧，咁嗰個可能性咧就可能去到99%嗱。咁同時咧，美國特朗普亦都放咗一個説話出嚟，就話咧，如果歐盟或者係加拿大對於美國即係推出呢啲叫相互關稅咧，採取一啲報復措施，而令到美國好唔高興咧，咁佢咧就會有啲更加即係辣椒出嚟嘅。咁呢個辣椒其實就係一啲懲罰性嘅關稅。嗰個就唔係25%啦，可能更加高，係話即係好似之前佢講，可能60啊、100啊、200都得嘅。咁好啦，咁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咧令到而家個貿易戰嗰個氣氛咧，又開始喺之前一段拖拖拉拉嘅時間入邊，大家覺得係咪係一個談判手段啦？可以傾下㗎，跟住咧佢會唔會延遲啊？會唔會之後又有得傾啊？又話俾翻一啲優惠出嚟咧？咁而家似乎咧就實牙實齒咧，就佢又講咗一啲咁嘅消息出嚟。咁令到呢個市場就好緊張，咁咧就亦都咧，因為嗰個25%嘅入口嗰個汽車嗰個關稅咧，就係嚴重嘅打擊咗咧一啲同美國關係好親密嘅國家，包括係南韓、日本，因為咧呢兩個國家而家出口嘅美國汽車咧係佔咗美國嗰個市場咧汽車市場1/3嘅，咁所以咧亦都包括一啲電動車嘅電池，美國好依賴咧南韓同日本去提供嘅，咁變咗呢個25%嘅關稅加咗之後咧，就會重創呢啲咧，就南韓、日本嘅汽車製造商啦。咁佢哋嘅成本一定會轉嫁出去俾消費者，咁即係個產品會加價，咁令到呢個競爭力就會弱咗。咁所以你話而家美國其實對於中國嘅電動車或者電池，佢有好多限制啦。咁喺美國本土市場就唔會形成一個直接嘅一個叫做即係嗰個競爭。不過咧因為你整體嚟講，啲關稅其實即係好似我哋嗰個全球貨幣系統咁咧，佢係互相流通嘅，你加我又加咧，咁最終一定會令到整體嗰個電動車或者嗰個電池個成本會上升，會加價。咁所以對中國嚟講咧，其實都係唔係一件好事。雖然中國始終我諗過去呢幾年咧，中美嗰個貿易戰咧，一直到而家咧，美國都限制咗中國嗰個電動車喺美國個市場咧，咁令到咧，但係中國本身呢個電動車市場咧，已經係喺世界上咧，我諗就係遙遙領先嘅，無論佢係嗰個叫做技術啊，或者嗰個成本方面啦，都係其他國家啲汽車製造商追唔到嘅。咁但係呢個咁樣嘅即係叫做關稅出咗嚟之後咧，都要咧就我諗進一步觀察下，因為始終都係有個壞嘅影響喺度啦。咁隨住呢個關稅戰嗰個氣氛升溫咧，咁市場咧嗰個避險情緒又會高咗。咁我哋雖然見到美股喺過去呢一個星期咧，都係升升跌跌啊，又唔係話特別有好明顯嘅調整咧。不過咧，金價亦都咧就接連咧即係屢創新高啦，而家都去到美金咧差唔多係接近3070蚊美金一盎司。咁高盛咧就出咗啲報告，咁其實都係行貨嚟嘅啫，即係話咧會睇3300啊、3400啦。咁之前我都講過咧，金價喺技術嗰個走勢嚟講，其實升穿晒嘅。咁所以而家其實你呢個所謂叫關稅或者嗰個全球動盪個氣氛咁唔穩定咧，你話佢3500又得，4000都得㗎。咁我之前都提過啦，喺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當時個金價咧就抽升得好緊要啦，由呢個可能係800幾1000蚊美金一盎司咧，升到1927美金一盎司。咁當時有啲人睇咧就話咧8000蚊美金一盎司添，咁之後佢就回翻落嚟啦。咁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個金價仲有冇得升咧，其實咧就可能係同銀價都要睇一睇，因為咧金就係等於一線股，即係藍籌股。銀咧白銀咧就二線股，我哋通常炒完一線咧就會炒二線嘅。咁其實過去睇翻嗰5年嗰個金價嗰個升幅咧，由2020年開始計咧，當時咧一盎司金價咧大約係1600美金一盎司，咁而家3070咧差唔多一個 double。咁銀價升咗幾多咧？銀價當時喺2020年咧，大約係24-25蚊美金一盎司，而家就35。咁之後咧，其實佢未有一倍嘅，仲可以再升嘅嗱。咁當如果個金價升得咁高，個市場開始轉移揾一啲叫做潛力高啊，或者係叫做平民嘅黃金就係白銀啦，再炒一轉咧，咁銀價嗰個值博率咧，其實就高過黃金嘅。
咁但係喺呢個咁嘅時刻咧，因為始終而家金價嗰個背後推動力咧，除咗係美元弱，亦都有呢個全球央行不斷咧，其實就採購黃金啦。咁亦都加上咧，就好多資金避險咧，都用咗黃金去對沖嘅時候咧，咁所以黃金個需求係遠遠大過佢嘅供求嘅時候咧，亦都係呢個原因就推升咗佢上嚟。咁所以變咗我諗喺短期之內咧，金價個上升空間仍然喺度嘅。咁所以咧變咗，如果係沽黃金嘅話咧，嗰個風險就大好多嘅。咁所以咧呢個都要大家特別留意啦。咁翻嚟香港，我哋呢邊咧就見到過去呢一個星期咧，恒生指數咧其實咧就冇乜點理外圍嘅。都係自己喺度炒嘅啫，咁變咗咧就好似咧美股跌又好，或者係呢個美股升都咧，其實港股咧基本上都係按照翻之前嗰個 momentum，相對我覺得係比較係叫做比外圍嚟講係叫做硬淨啲嘅，因為你見到咧恒生指數由24,600回到落嚟，而家23,500嗰啲咧，所1000鬆啲點咧，其實咧，都係見到咧，其實唔係話特別一啲叫做好恐慌性嘅 profit taking 啊，或者拋售嘅，反而見到咧就好似之前咁講，佢不斷咧有一啲板塊咧就接力上，即係叫接力唔好話上啦，叫護住個盤啦。你好似之前咁樣，你升完一陣嗰啲咁嘅基建啊，嗰啲電信咧，咁而家又翻到咧，咁阿里巴巴、騰訊調整完之後咧，咁阿里巴巴呢兩日又好似好翻啲，咁又上翻132蚊啊樓上啦。咁你見到咧就其實咧嗰個 momentum 都係一樣嘅。咁亦都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印證咗之前我哋嗰個講法咧，即係喺過去呢2個月，即係推升港股嗰個資金嘅來源咧，其實咧就真係唔係呢啲所謂叫做歐美資金係主流嚟嘅，好多都係本地資金啦，或者內地資金透過可能係呢個滬深港通啊嚟香港，即係買翻一啲佢哋即係熟悉嘅一啲板塊或者自己公司嘅股票啦，同埋好多咧就係話之前係流散咗喺海外嘅一啲叫做中資嘅資金咧，翻嚟香港呢邊咧就變咗咧就買翻一啲即係恒生指數啊或者係 A 股，咁佢哋相對咧嗰個持貨力即係嗰個能力咧就冇啲外資咧咁短暫同埋咁 speculative 嘅。咁所以咧，你話嗰個外圍跌啊，跟住見唔到呢邊話跟住佢哋一齊跌，或者叫做跟住外圍做咧，咁反而就係有個得意啲嘅現象咧，就係外圍跌得多嘅話咧，港股其實係會升咗先嘅，即係上晝早段市都係升，只不過到下晝咧個升幅係收窄，咁都係似乎大家都唔係好願意跟外圍或者叫做唔理佢啦，我哋自己頂住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咁樣嘅情況咧，可能都係會持續一段時間。咁上一輯我哋都有提過啊，其實而家個避險情緒因為呢個美國關稅啊，或者地緣政治咁多即係不明朗因素啦，咁其實咧都偏向咗咧即係叫做避險嘅。咁包括我哋上一次都提到啦，即係股神巴菲特嗰個旗艦公司咧，而家嗰個現金嗰個持有現金嘅比例咧高達30%，係佢過往咁多次歷史以嚟最高嘅，達到3340億美金啊！好啦，咁其實如果睇翻香港咧，我見到有啲評論都開始講翻，其實咧就因為阿超人成哥咧，咁佢過往睇市都好準嘅，包括2017年咧就高價放售咗中環中心啦嚇，咁之後接貨嗰啲大家都知道發生咗咩事㗎啦。OK，咁而家呢一刻呢個賣出呢個即係全球嘅43個港口一啲俾呢個貝萊德咧，咁呢個背後咧其實係咪即係代表真係單純一個政治因素？因為其中有2個港口就係因為巴拿馬，所以不如咧就一次過打包賣晒佢。但係佢覺得其實呢個港口嘅業務已經係叫做咧就到達咗高峰，未來咧就會一路走下坡，而趁住呢個咁嘅機會咧，一次過打包就賣晒呢40幾個港口出去咧，就好似之前佢賣呢個 Orange 啊，或者係2017年賣出呢個中環中心咁咧，都係揀到一個最啱嘅時間咧，就賣出咗佢手上嘅資產，攞到最大嘅回報咧。咁如果佢嘅背後嗰個諗法唔係單純一個叫做巴拿馬呢個港口受到一啲叫政治因素影響，不如就甩咗手啦，就唔使煩啦，而係佢係一個叫做戰略性覺得嗰個港口業務係會走下坡嘅時候咧，咁係咪預示着即係頭先我哋講翻關稅啊嘛？咁如果特朗普嘅關稅一路咁樣做落去嘅話咧，咁好自然你一定係嗰個歐洲、美國或者同其他之間嗰個貿易量係會跌啦。咁你貿易量跌，咁你要去攞翻去一啲叫做本土生產啊，或者唔好去即係嗰個外圍唔好運咁遠嘅時候咧，咁你個航運一定係有影響嘅。咁你航運有影響，港口其實都會受到影響。係咪呢個咁嘅戰略思維令到佢做呢個決定咧？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可能佢嗰個眼光就比我哋好似單純呢排咧集中咗，淨係講呢個講下呢個咁樣嘅消息咧，將佢同政治掛上咗一個等同於嘅關係咧，可能有背後一個更加可能係叫做宏觀啲嘅一個睇法啦。
因為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兩大呢個叫做股神巴菲特又好，或者係李嘉誠先生喺香港咧，大家都覺得佢哋係一啲叫指標性嘅人物咧，佢做嘢背後有啲可能係叫做比較睇得通啊、深層邏輯思維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佢哋巴菲特就係現金流量好高啦。咁其實如果呢個港口單雕成咗之後咧，翻嚟嘅現金流咧，咁而家其實就長和係都冇宣佈過要派特別股息嘅。咁如果佢愛嚟作為現金儲備或者減債，將來有機會咧就再買翻啲有價值嘅資產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佢變成一間咧個負債利率非常之低嘅公司。咁呢個亦都回應翻，即係喺疫情啱啱叫做開放嘅時候咧，咁有一個公開嘅一個叫做訪問入邊咧，李嘉誠先生都講到就話咧，未來呢幾年即係話其實講緊23、24、25啦呢幾年啦。就係咧，如果你係借得錢多，即係負債比率高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咧個風險非常之高。咁如果你將佢整個嗰個思維將佢串連起嚟咧，咁佢而家賣咗港口套現咁多錢咧，我哋減債或者唔需要再去呢個叫做負債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叫做好似講得通或者叫睇得明嘅一個部署啦。咁呢個對於我諗而家個投資市場嘅氣氛，即係話喺下個星期特朗普即將會即係叫宣判日啦，講呢個關稅點樣做法嘅時候咧，之後後續。啲國家係咪咁聽話，就唔會報復性關稅啊？由得佢點就點啦，俾佢好似個棉花糖咁樣搓圓撳扁都得咧。咁呢個就係咧，大家要即係密切留意，因為佢都真係會影響咗咧嚟緊咧嗰個全球嗰個經濟貿易情況啦，亦都會咧令到美國聯儲局喺今年真係減唔減到息，或者係咪仲有2次減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嘅。